林明禎飾演喵喵，金屬燒臘爐做背景，電影名稱《飯氣攻心》Table for Six。舊式工廠大廈，其中一個低層連戶外大露台嘅單位改成住宅。大廳中有個人咁高嘅金屬燒臘爐，一個房間內雜物架上放咗多部相機、長短鏡頭、菲林同其他攝影用具。大佬坐喺電腦屏幕前工作，攞兩支鏡頭出嚟清潔保養，幫相機換電，邊睇屏幕邊從外賣盒不見大叉燒入口，咬兩啖，皺眉，吐翻出嚟，望下飯盒內乾爭爭、顏色暗紅嘅叉燒掉落垃圾桶，拎起一部單反相機出房。見門外，哇搞咩？大佬俾豬豬劍指心口，又見披住黑色戰衣嘅豬豬對眼掘住企佢對面，着牛記笠記紮住蓬鬆